港鐵康城站大型住宅項目海柏峰 Villa Garda， 傲居 The Lotus 康城商場上蓋，經商場直達港鐵康城站。4站直達鰂魚涌站，5站前往觀塘站。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即將完工，輕鬆連接東區海底隧道，更快到達港島東及九龍東兩大 CBD 區。未來接駁6號幹線直達西九龍，接連全城商機。Inspired by the beautiful lakeside villas in Lake Garda, we designed with a minimalistic approach. We wanted to make it timeless classic and luxury. It will be a new landmark. There will be 2 beautiful villas sitting at both sides of the swimming pool, so the residents can relax next to the water. It will be like living in a villa at Lake Garda. 由 Motis Design Limited 室內設計團隊匠心打造，住客會所 Club Villa Garda 及園林逾7萬平方尺，提供約25米室內游泳池及健身室等設施。丹麥知名設計團隊 Monstrum 以意大利湖畔小鎮為靈感，為小朋友度身訂造出夢幻遊樂場。國際園林設計師 Adrian Norman 將優雅嘅意式園林帶入項目，栽種多種加達湖畔常見4時花卉綠植，加上富層次嘅水景，為園林景觀灌注濃郁嘅意大利庭園格調。海柏峰 Villa Garda 前臨於10萬平方尺動感公園，坐享寬闊露台，景觀開揚。項目將環保與可持續嘅健康理念融入建築設計，配備 Lockly 智能電子門鎖，引領新一代智能生活方式。海柏峰 Villa Garda 位於港鐵康城站 The Lotus 康城之上，48萬平方尺地標商場，提供全港最大型環保溜冰場。區內逾400萬平方尺消閒購物熱點，薈萃豐富生活。日出康城坐擁達100萬平方尺綠化休憩空間，與海濱相鄰，盡情享受臨海生活。項目亦鄰近逾8000公頃嘅郊野公園，閒時登高望遠，欣賞自然之美。日出康城及將軍澳社區發展成熟，康體設施、活動熱點齊備，享受多姿多彩嘅運動樂趣。區內多間國際學校及高等學府，書香領地，培育國際優才。港鐵康城站商場之上，海柏峰 Villa Garda。